皇帝时常用事，虽晚周以交焉。其语不精切，敬深者无道。作夫后9年，文公破若10余，于陈仓北坂城死之。其神或一郡235，岁不至，或岁数。来也常以夜光辉若流星，从东方来及于。子城若穷至，其声殷殷云也积业。以一劳辞之，名曰陈宝。作陈宝祠后71年，秦德宗立古居雍。子孙饮马于河，遂都雍。雍之诸祠自此兴。用300劳于屋，作福祠，折狗其子。以御古灾。偶4年，秦宣公作密制于渭南，祭清明。偶13年，秦穆公立，并问5日不沐，穆乃言梦见上帝。上帝命穆公平禁乱，使出而当之死。而后世皆曰上天。穆公历9年，齐桓公祭罢，会诸侯。